易哥哥，你待会儿一定要带我回去啊！我爸有事先走了，司机也去送他了，所以待会儿你一定要先送我回去。好。这位小姐是谁啊？哦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佳妮，这位是冯峰，小峰，这是林佳妮。佳妮你好，小峰姐姐好。易哥哥，那你现在就送我回去吧。好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了。小峰，一起走吧。那我先去车里等你吧。好。服务员买单。你好，一共消费198。好。给，谢谢。走吧。小峰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我应该谢谢你，谢谢你陪我雨中散步。